大家好，我係耆康會方說全中心嘅康體指導員吳 Sir。今次呢條影片咧，主要教大家3個咧去緩解我哋腰部不適嘅伸展動作。咁啊，當然每個人腰痛嘅情況都係唔同嘅。咁接下落嚟做運動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啲動作係會令到你有痛楚啦，或者係不適嘅感覺，咁就建議你立刻停止運動啦，並尋求翻專業人士嘅意見，睇下係咪合適咧去做以下落嚟嘅運動。咁做運動咧就最緊要記得係補充翻適當嘅水分啦，同埋量力而為。第一個動作先教大家咧做一個大腿後側嘅一個拉伸動作。咁首先大家咧就腰背挺直，坐喺張凳上面，然後我哋咧雙腳平穩咁踩住喺個地板上面，伸出其中一隻腳，腳踭咧就掂住個地板。咁然後我哋嘗試咧雙手沿住大髀嘅方向，慢慢摸到落小腿嘅位置。期間咧應該感覺到咧個後側嘅位置咧有一啲拉扯或者繃緊嘅感覺。我哋試下維持住呢個姿勢10至20秒。期間咧保持翻穩定嘅呼吸。第二個動作，我哋會做一個坐姿嘅抱膝動作。呢個動作咧可以舒緩我哋下背嘅肌肉繃緊。咁首先我哋咧腰背挺直，坐喺一張凳上面，雙腳平穩咁放喺地面上。然後我哋嘗試抬起其中一隻腳，我哋兩隻手咧抱住我哋嘅膝頭哥，向自己心口嘅方向拉埋去。咁然後我哋維持呢個姿勢咧10至20秒。期間一樣保持穩定嘅呼吸。第三個動作，我哋會做一個臀部嘅拉伸動作。咁首先我哋同樣地坐喺一張凳嘅上面，雙腳平穩咁放喺地下。嗱，今次咧想大家將一隻腳咧翹起，放喺另一隻腳嘅上面，然後我哋保持身軀挺直，向前傾斜。咁你喺呢一個傾斜嘅時候咧，你會感覺到個臀部咧會有一啲拉伸嘅感覺。咁我哋同樣咧維持一個姿勢咧10至20秒。以上咧就係3個腰部緩痛嘅拉伸動作，大家可以嘗試每個動作咧做2至3組。咁啊期間咧可以補充翻適當嘅水分啦，同埋記緊啦，如果你喺運動期間咧感覺到痛啦或者一啲不適嘅感覺，咁就建議你咧立即停止個運動，並尋求專業人士嘅意見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